Hello，大家好啊，我係 Carlos 古天祥啊，咁我好開心好榮幸啦，可以喺雲咸街啦Windham Social 嗰度咧就搞我第一個嘅藝術展覽啊，咁為期1個月嘅6月12號啦，就至到7月嘅13號啦，2025年。咁呢個展覽其實我都前後都籌備咗，用咗2-3年時間去做晒個作品啦，去籌備啦，都好享受嘅，因為咧中間係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啦，亦都遇到唔同嘅人啦。咁其實最開心咧就係其實呢4幅畫咧，其實咧係由一位嘅CG 大師荷里活嘅CG 大導演阿 Victor Wong 咧，就同我一齊聯成咧嚟到去完成呢4幅嘅作品啊。佢咧就負責幫我嚟到去做個 framing 啦，嚟到去做個裱畫啦。咁我就做入邊雕刻嘅內容啦，咁樣咯。因為其實我嘅畫作咧都喺世界嚟講比較罕有嘅，即係你見到呢啲咧，我係真係用錘仔雕刻刀嚟到去雕刻出嚟嘅畫，我嚟緊咧就完咗呢個展覽啦。其實我會有好多嘅計劃嘅，咁包括我會想努力爭取將金屬雕刻嘅銅畫去加入去非物質文化遺產啦，係啦。咁另外我會參加一啲國際性嘅比賽啦，同埋我都會開始籌備緊啦。我嚟緊今年年尾啦，最遲下年年頭嘅另一個嘅藝術展咯。我暫時仲未放棄演藝嘅，演藝我都係我其中一個好大嘅 passion 啦。咁我嚟緊都有好多嘅電視劇會出街嘅，咁有模仿人生啦，咁亦都有巨塔之後啦。